切掉。那如果在骨头上来讲呢，当你会痛的部分，你不是马上吃止痛药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啊，我要吃骨头东西，我要先立即不痛。可是以你的角度，像你刚刚在讲止泻的过程，你也不赞成立即让他吃止痛，这样先把消炎这个发炎的问题先解决掉。你看，对，嗯吃止痛药的话，嗯，实际上你这个关节是在痛的，对，还在发炎呢、但是你给它止痛了以后，是，我们至少如果说我们知道它在痛的时候，我会用力去走路，对，哎，我会小心的下楼各方面保护好我的关节。但是哦，当你吃止痛的时候，是，你实际上这个是在发炎的，对，你还是拼命走，一直在磨损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那他发炎的会更厉害啊。会更厉害。是这长久以来会进入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。是，所以用止痛的方式来解决骨关节的问题，要非常非常的慎重。所以我们的固复力，各位这样听下来，它其实有两大重点。第一个，我就说一氧化氮，先把你所有的路打开，血液、养分、白血球什么都能够正常的运输，你的骨头关节就有正常的修复能力。再加上一个消炎的成分，让你呢现在你会痛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正在发炎嘛，你才会痛嘛。所以以博士的立场，它不是让你吃止痛的，我是直接帮你处理你发炎的症状，让你能够斩草又除根。是，这个时候你的骨头才会真正的舒服跟健康。而且在今天哦，这个护肤力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不是只有加上博士在研发一氧化氮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我就要请院长来说了，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文献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欢迎带着好朋友我们的院长。哥你好，所有地方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。我在这边，我还是要跟所有的会员朋友们说，把握今天这一档，因为博士大概下个月就要飞往美国了。然后你确定会有机会飞吗？搞不好博士可以再待半年。没有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博士私下跟我说，所以我建议所有会员朋友们，上个月有买过心脑血管相关的商品的人，家人，今天这一档一定要把握。那就像刚博士说的，我们有一把钥匙，除了是一氧化氮之外，我们同时有另外一个专利的成分，叫做 GS2 的全骨细胞的生长因子。也就是说，这两把钥匙，我们得到一个世界骨科医学会的一个功效认证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直接把效果跟所有的会员朋友们报告。我们可以透过10种关节的生长因子，就是 GS2，从血液开始，透过一氧化氮的循环因子，直接达到全身824个位置。对，全身都通了，这个GS2就可以送到全身。这两把钥匙相辅相成，然后呢可以重生我们的神经关节的效果，然后我们的人体现有一氧化氮可以100%的吸收，100%的作用，它可以使我们的骨神经可以再生，骨细胞再生，同时我们的硬骨细胞增生，软骨细胞增生，增生骨力，然后愈合韧带的撕裂。重点是我们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坐骨神经痛、退化性关节炎、僵直性的有没有椎炎，然后神经压迫、骨折、50肩、关节肿胀、